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请传授给我千师夺舍教授。是你自己想求学这个呢，还是得到御史？这不是我自己想的，也不是我得到御史。我有个弟子叫文喜，是他得了御史来向我求的。真稀奇，黑暗境域的藏地居然有大德如红日照耀雪山，北方愚昧黑暗地犹如日轮照雪山，有大德名叫文喜，我今顶礼彼大德。上师仁波切，少爷如同三世佛一样，我等众生福薄无可企及。师父你年纪已经很大，今后佛法弘扬的情况如何？我等弟子所教化的众生和我们的教化事业的前景如何？请求为我等预示。这回我去印度，求回了千师夺舍教授。那若巴上师也说你们是能掌握元气和梦兆的，所以未来噶举教派怎么样，你们诸大弟子各自去等候梦兆吧，一定会很清楚的。是。上师大宝，上师大宝，我昨夜做了个梦，梦见南盐布湖的北方耸立着雄奇的雪山，雪山高耸云霄，日月环绕峰顶，四方尖里有大柱，东方的大柱上有狮子，南方的大柱上有老虎，